插弹的运动是最近这几年来兴起来的运动的项目，因为刺激好耍，真受到少年人喜爱。也毋过，伫咧海线的地区无适合的场地，所以有真侪相关的活动拢爱跨区来办理，真无方便。地方的代表是积极来争取，市府决定来编经费，要甲大甲区美人山运动公园的游泳池，甲改建做会当来耍插弹的场地。 大家举插弹穿1日拍，这本来是大甲区美林山运动公园的游泳池的古址，即嘛伫民意代表争取下，由市政府运动局编列255万，重新打造成台中市头一座公益的气弹插弹场。 进前吼，这比赛拢是找所在啦吼，找所在来咧比赛，咱公所区长吼，这边的努力吼，来当来做到好了，咱今日这个气弹场吼。 电影人士表示讲，过去海线地区拢无一个适合的插弹场，意思讲有真侪活动爱去别区办，甚至佫捌伫咧体育馆内面真客人有简单的网啊，就伫练，真无方便。即马总算有一座合格完善的插弹场，对未来插弹运动的推广将会真有帮助。可能在我们验收完成之后，我们会连续的办几个那个体验营。未来再这样子。 台中市4级以下的，我们会慢慢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重点，那也在这个基地上面来做发展，无论是人才的养成、比赛或者活动推广。市政府运动局嘛表示讲，插弹场的面积差不多有915平方公尺，有网啊加20车会柜，会使提供运用。未来嘛打算办相关的体验营甲比赛，和这个运动和更较一人了解。